今日開始同大家講個古仔，呢個古仔就長啦，要講300幾年，就唔係我講300幾年，係個古仔嘅跨度要300幾年，並且要從600幾年前講起，即係話所有嘢要從1328年嘅一個夜晚黑開始。有個農民叫朱五四，佢老婆陳氏喺呢一晚生咗個仔，呢度唔賣關子，就話俾大家聽。呢個仔就係後嚟嘅朱元璋啦，即係皇帝啦。但凡啲皇帝出世咧，一般硬係有啲咧古靈精怪嘅現象嘅，譬如話反風啦、落雨啦、有陣香味啦，又或者就抬頭望天咧，天上多咗粒星星啦咁樣嘅。反正就係話俾你聽，呢個人咧就與眾不同嘅咁樣。朱元璋出世嗰晚咧，亦都唔例外。聽講間屋嗰度咧，滿地紅光，夜晚晚夠發光，啲左右隔籬屋第一時間就覺得哎呀搞咩啊咁，然後第一反應就係咪火燭咁，就立晒啲桶啊盤啊，乒乓裝晒水就過嚟救火啦。過到嚟先發覺，唔係生仔啫，生仔你唔好搞咁大場數嘛，真係半夜三更嘈住瞓覺咁，但係生仔咁都講句恭喜恭喜咁啊，翻去瞓啦咁樣。嗱呢啲咁嘅詳細情況咧，就我自己推測嘅啫。但係朱元璋出世，左右隔籬屋走過嚟救火咧，呢單嘢記錄喺《明實錄》入邊嘅，有史為證。咁啊，講翻咧，佢老豆朱五四當其時佢生呢個仔嘅心情咧，同我哋而家好多人生仔嘅心情係唔一樣嘅。我哋而家啲準老豆點啊？老婆入咗產房啦，佢喺產房外邊等咁啊，來回踱步，好焦急，焦急當中又帶啲高興，高興當中又更加焦急，等住個老婆出嚟，係咁樣噶嘛。但係朱五四完全唔一樣，因為佢唔係第一鋪生仔啦。佢之前生過3個仔，2個女啦。對於一個咁嘅老豆而言，第一時間佢要考慮嘅就係多隻劇釘又多飽開飯啦。咁講到呢度咧，我哋順便就要介紹下農民朱五四嘅經濟狀況。作為一個古時候舊社會嘅農民，佢又梗係經濟不景啦。嗱，首先佢又號稱有一個豆腐店嘅，咁但係呢個豆腐店咧，估計係賺唔到錢，搵唔到食嘅。就最多磨下豆腐，益下街坊，同埋自己食下咁樣嘅啫。所以佢嘅主要生存方式都仲係要靠種下地住屋企嘅地嚟搵食。咁即係話手停就口停噶咯，冇辦法啦，鬼叫你窮啊，頂硬上啦。喺阿朱五四仔滿月之後，佢老豆老母同佢改咗個名，叫做朱重八。重就重複個重，八就5、6、7、8嘅八。所以呢個名大家亦都可以叫佢做朱八八。如果用而家嘅講法，就叫做朱孖八吓。嗱，講到呢度，我哋順便可以介紹下咧，就係朱重八家族啲名冚唪唥都好得意嘅噃。譬如朱重八個阿爺叫朱百六，朱重八個阿爺個老豆叫朱四九，朱重八個阿爺叫朱初一，朱重八佢老豆我哋講過啦，叫朱五四。點解呢個家族啲名咁奇怪，冚唪唥數字嚟嘅咧？莫非朱家搞數學研究嘅？就梗係唔係啦。原來係咁嘅。喺元朝嘅時候呢，作為一個老百姓，如果你冇學翻，即係冇文化，又或者你未做官嘅話呢，係冇名嘅，亦都唔需要名嘅，只能夠將你父母嘅年齡加埋，又或者以你嘅出生日期命名。所以我估計當其時負責登記戶口嗰啲人呢，一定眼都花埋，一打開，哇，成沓都數字咁樣。咁啊，講翻呢個朱重八嘅童年啦。基本上可以喺一間冬暖夏涼、四面通風、採光極好嘅爛鬼茅屋中度過，而佢嘅主要工作就係幫地主阿劉登屋企放牛啦，咁即係牛郎啊。但係當其時嘅朱重八呢，其實諗過想去讀書嘅，但係就朱五四窮，交唔起學費，所以佢又唯有老老實實咁幫地主劉登屋企放咗12年嘅牛，冇辦法要開飯啊嘛。但係其實呢個時候嘅朱重八呢，係有夢想嘅，佢嘅夢想就係希望好好地生活落去吓。嗱，而家係12歲仔，挨多4年，16歲嘅時候，咁啊託下村口啊吳老太做媒人，搵翻個手腳勤快又做得下嘢，仲要生得唔係咁難睇嘅姑娘仔做老婆，咁又再生低自己嘅一竇仔女，啲仔女咧個名可能又叫做朱32啊、朱40啊咁，然後等到朱32呢班人大啦，再要佢哋去幫下地主劉小德屋企放牛。呢個咧就係16歲時候嘅朱重八對未來幸福生活嘅向往。但係通常啲向往咧
就淨係得個向往嘅啫，就好難實現嘅。因為呢個時候嘅中國呢，正係處喺極其腐敗嘅呢個元王朝嘅統治底下。嗱，大家都知道元朝呢就係蒙古人統治嘅。哇！呢班蒙古佬呢，完全都唔當啲老百姓係人嚟嘅。佢哋甚至經常喺度諗咧，就話點樣咧，就真係將呢班咧咁鬼牙定嘅人殺鬼晒，咁然後咧咩騰出好多土地，我哋又可以繼續放牧咁樣啊！蒙古人係中意放牧啊、放牛、放羊咁樣嘅。正因為唔將呢班老百姓當人，所以咧逼得就逼，炸得就炸，收稅都收死你啊！喺當其時，只要人諗得出嚟嘅科目，佢哋冚唪唥我嚟收錢。過節要收過節錢，做嘢要收常例錢。打官司要收公事錢，問你驚未？咁如果你話我驚啊，我又唔出去做嘢，街都唔出啦，咁樣咁得唔得啊？咁都唔得，咁就要收殺花錢，問你服未？咁所以啊，喺呢個馬上民族統治喺中國60幾年之後咧，佢哋副國家機器啊，都基本上就快壞咁滯。我哋用一個比喻形容咧，就話呢個時候嘅元朝帝國就好似一隻好瘦嘅駱駝，孭住好重嘅嘢。唔好話再嗌佢孭多箱，掟條草落嚟都砸死佢，並且呢條草好快就嚟到啦。1344年係一個好有特殊意義嘅年份，喺呢一年連個天都睇唔過眼，準備拋棄元朝啦。於是佢帶咗2個災難俾中國。元至正4年，即係公元1344年。呢一年啱啱開始，元帝國嗰班頭頭咧就頭痕啦，收到風啊，2個壞消息。第一個，黃河泛濫，沿岸山東、河南幾十萬人淪為難民。咁你即使話當時嘅政府啊，唔將老百姓當人，但係都提防佢哋作反嘅，所以修理黃河河堤係成為必須要做嘅事情。但係有咁奇怪噶，喺當時嘅元朝政府入邊呢，會有2種唔同意見嘅。一種就係認為咁梗係要收啦，黃河泛濫要收咁，但係另外一種咧就認為唔收得咁。嗱，而家我哋睇翻轉頭咧，呢2種意見係真係不可思議嘅。黃河泛濫居然唔去收吓，咁唔通等啲黃河湧出嚟浸死晒啲人咯？但係其實喺中國嘅歷史上咧，實在有太多不可思議嘅事情，呢一單嘢亦都唔例外。客觀咁講，喺呢件事上，主張收黃河河堤嗰啲呢，唔一定係忠實；反對收嗰啲呢，亦都未必係奸臣。咁到底其中奧妙何在呢？我哋呢度咧就唔講字，謎底稍後先揭開。而家講翻呢，就係當其時極力主張收河堤嘅呢，就係元朝一個好著名嘅宰相叫脫脫。佢呢，可以話就係元朝最後一個名臣嚟噶。因為佢實行咗好多咧改革嘅政策，做官係清廉，而且好做得嘢嘅。宋史就係佢主持收嘅，但係佢當其時實在冇諗到，佢呢個極力主張收黃河河堤，已經幫元朝埋落咗個好大嘅炸藥包，搏埋條引出嚟添，輕輕有啲火光就可以撻着噶啦。咁呢個係一大災難啦。而另一個災難呢，就係淮河沿岸遭遇好嚴重嘅瘟疫同埋旱災。嗱，對於元朝政府嚟講咧，呢個就簡單啲，即係佢哋覺得，反正餓死又好，病死又好，死鬼晒啲人就冇麻煩啦。我哋之前講過，而家老百姓死噶嘛，佢哋咁，但係當然諗係咁諗，表面功夫都仲係要做嘅。當其時嘅皇帝元順帝於是下詔賑災。好啦，下邊中書省嗰啲高級官員就負責聯繫糧食銀兩啦。咁做咁多嘢，自己撻起翻啲，你可以理解啊，係嘛？跟住啲賑災物品去到各個元代嘅地方行政單位，嗰班地方長官係嘛，正所謂過河濕腳，咁啊再攞翻起啲，亦都可以理解啊。之後再一級級落去，州啦、縣啦，最後嗰啲賑災物品去到老百姓手入邊，剩翻咩啊？咪穀殼咯。咁仲未單止，之後嗰班地方官員呢，仲會上書皇帝表示感謝吓，阿皇上你嘅天恩我哋感受到啦咁。咁然之後皇帝睇到呢份報告之後咧，又覺得哇，自己做咗單大好事，於是心入邊好歡喜，皆大歡喜，大家都好滿意，淨係得一類人唔滿意，就係老百姓唔滿意。老百姓唔滿意就即係等於好多人都唔滿意，
朱重八就肯定係嗰班極其唔滿意嘅人當中嘅一個。呢個災難到嚟之後，4月初6，朱重八老豆朱五四餓死咗。去到初9，佢大佬餓死埋。初12，佢大佬個大仔又死埋，都係餓嘅。初22，佢媽媽都餓死埋。如果話呢個係日記嘅話，都可算係世界上最悲慘嘅日記。其實朱重八嘅要求唔過分啦，佢想要個屋企啫，想要以後有自己啲仔女啫。佢老豆老母辛勞一生吓，又冇蝦過人，真係老實巴交，咁希望有個安詳啲嘅晚年，有啖飯食下啫，都唔得。嗱，講開就講啦，朱重八屋企咧其實窮啫，但係佢哋家庭成員關係好好，好和睦，大家相互依靠吓。嗱，佢爹媽雖然窮，但係次次種完地翻嚟咧，都硬係會有啲驚喜啊帶俾朱重八嘅。有時咧就可能嚟啲竹籤仔，就一隻竹蜻蜓俾佢啊。咁有時咧又或者係地主屋企食唔晒啲豬頭骨啊，咁啊帶翻嚟俾朱重八食。呢個就係朱重八原來嘅屋企，但係而家咩都冇晒。嗱，朱重八咧其實仲有家姐嘅，不過就已經嫁出去噶啦。咁另外佢三佬咧就入贅人哋屋企嘅，即係我哋而家講叫倒插門。咁所以而家嘅屋企入邊咧，除咗朱重八二佬之外咧，就已經冇晒其他成員。地主留得乾淨利落咁拒絕咗佢，因為原因好簡單，你爸爸媽媽死咗啊，但係關我咩事呢？係佢係同我做咗好耐嘢，但係我一嘅地，但係點解死後連入土為安都唔得？呢嗰個地主咧就從來都唔耕地嘅，但係就可以衣食無憂。點解呢？點解呢？嗱，佢當其時咧就諗唔通呢個問題嘅，唔係因為佢蠢，而因為佢冇時間諗，因為佢要食飯，佢要繼續生活落去。其實喺絕望嘅時候，朱重八係不止一次咁啊祈禱上天，係真係滿天神佛佢都拜齊啊！道教嘅太上老君啦，佛教嘅如來佛祖啦，佢識嗰啲冚唪唥都拜。祈禱嘅唯一內容就係希望能夠同父母一齊生活落去，有啖飯食。但係可惜結果令佢好失望。於是乎，佢嗰個幼小嘅心靈從呢一刻開始變到有啲冰冷，因為佢知道冇人可以幫到自己，除咗自己救自己。嗱，呢一啲嘅痛苦咧，係令到佢從脆弱開始變成堅強。為咗有飯食，佢決定去做和尚。朱重八選擇出家嘅地方咧，就係附近嘅黃覺寺。去到寺廟入邊，佢就發覺啦，原來佢做嘅嘢呢，同喺地主屋企做長工係差唔多嘅啫。佢仲發覺嗰班和尚除咗冇頭髮之外咧，原來對佢啲態度咧，又係同阿劉德係差唔多嘅啫。呢班和尚犀利，唔單止自己有田有地，仲可以結婚嘅。因為原來喺元朝嘅時候咧，和尚係可以結婚嘅。咁仲有未單止，有啲錢多嘅和尚咧，仲可以走出去開當鋪添。咁但係呢班和尚都需要有人幫佢打雜噶吓，啲經邊個念啊？啲佛邊個拜啊？佛祖嘅金身邊個抹啊？咁呢啲嘢梗係由啱啱入廟嘅新人朱重八做啦。除咗做呢啲粗重嘢之外咧，未單止，朱重八仲要兼做清潔工、倉庫保管員、添油工。咩添油工啊？長明燈要添油噶嘛。即使做晒咁多嘢啦，佢都經常仲係俾人鬧。嗰班和尚就飲酒食肉，佢就跪喺度擦地板，仲要時不時俾人鬧。所以喺每個孤獨嘅夜晚，佢都仲係只能夠匿喺柴房入邊，望住窗外邊嘅天空，掛住已經唔喺度嘅爹爹媽媽。但你唔好理，呢個時候嘅朱重八其實都已經好知足，因為起碼有餐飽飯食。係啊，喺當時咁已經好足夠噶啦。對於朱重八嚟講，都算幸福生活噶啦。只不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就必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阿朱重八，你覺得好滿足啊嘛？咁你梗係唔能夠俾你過咁多安樂嘅日子啦。就喺朱重八入黃覺寺做和尚做咗50幾日之後，由於呢個饑荒過於嚴重啊，所有和尚都冇得過咁他條嘅生活，全部要拍出去化緣。所謂嘅化緣，即係乞食啦。嗱，人乞食啊，佢乞食。我哋發覺朱重八同志咧，連乞食都俾人蝦噶噃。
咁由於咧就和尚好多，所以對呢個化緣嘅地方咧都有界定嘅。邊啲地方富庶啲嘅，就梗係派領導啲親戚去啦；邊啲地方窮啲嘅，就梗係安排朱重八同志去啦。朱重八被指派嘅地點就係淮西同河南，呢兩笪地方咧根本就係饑荒嘅主要地帶嚟，即係本身都冇得食噶啦，就揾咩乞俾你啊？係，但係物極就必反嘅，亦都係從呢度開始，命運之神開同其他乞衣係有唔同嘅地方嘅，亦都正因為係呢一啲嘅唔同，佢先冇一直做乞衣。嗱，因為喺乞食嘅過程當中咧，佢好仔細咁研究咗淮西呢笪地方嘅地理啦、山脈啦、風土人情啦，即係正所謂人哋讀千卷書，佢就冇份啦，佢就行萬里路。但係佢真係能夠做到開闊自己嘅視野，增長自己嘅見識。最緊要喺呢段期間呢，佢識到好多英雄豪傑。咁當然呢班所謂嘅英雄豪傑喺當其時呢，其實就係另外一班乞衣啫。嗱，呢啲都係次要嘅。其實呢一個時期，朱重八最重要嘅收穫就係佢已經從一個只能夠好無助咁望住自己爸爸媽媽死去嘅孩童，一個俾人蝦完之後只能夠匿喺柴堆入邊喊嘅小雜役，變成一個能夠堅強面對一切困難嘅戰士，一個武裝到心靈嘅戰士。嗱，人呢嘢就好奇怪，原來長期嘅困難生活咧係好能夠磨練一個人嘅意志。所以好多人咧喺遇到困難之後，就可能淨係識怨天尤人啊，得過且過啊咁。但係同時有啲人咧，佢雖然當其時都只能夠向困難低頭，但係其實佢哋嘅心係從來冇屈服過。佢哋會不斷努力，因為佢哋相信一定能夠取到最後嘅勝利。朱重八毫無疑問就係後邊嗰種。如果話喺出嚟乞食之前，佢都仲係一個不知所謂嘅少年，喺度經過咗3年嘅漂泊生活，翻到黃國子嘅時候，佢已經充滿自信。大家唔好睇笑，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偉大嘅轉變。好多人就算用一世嘅時間都完成唔到，因為呢個轉變嘅關鍵係在呢個心。嗱，對於我哋好多人嚟講咧，心就係最柔弱嘅地方吓，好容易被傷害嘅。冇段感情啦，又 hurt 咯；親人走咗啦，又 hurt 咯；啲朋友背叛啦，又 hurt 啦，咁樣，反正都係好沉重嘅打擊。但係對於朱重八嚟講，呢個時候佢仲有乜嘢唔可以承受？頭先我哋講嗰啲冚唪唥都係冇嘅，所以我哋真係好有理由相信，可能係一個經過痛苦思考之後嘅夜晚黑，朱重八同志將呢個最脆弱嘅地方變成咗最強大嘅力量來源。好啦，唔同大家講咁多大道理啦，反正古仔講到呢度，朱重八已經有一個好大嘅改變，而呢個時候嘅政局亦都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到底點變呢？聽日至講。